開始我終於可以唔使趕頭趕命返工啦！今日開始我終於可以唔使逼通勤電車啦！今日開始我終於可以好好咁休息一下啦！耶！我終於唔使返工，我終於放產假啦！こんにちは，シュです。我終於可以放產假啦！如果我仲喺日本嘅公司返工嘅話，自從咧我有咗 BB 之後咧，就有好多觀眾留言啊，就想我分享一下咧日本嘅育兒政策。我作為一個曾經嘅日本社畜啦，就聽過好多人講話啊，日本工作壓力好大㗎，放假嘅制度非常之僵化㗎。究竟咧對於日本職場嘅女性咧，產假嘅制度係點樣嘅呢？今次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日本職場女性嘅產假究竟可以放幾耐啦？放緊假嘅時候人工係點樣計啦？仲有冇一啲福利係大家可能未必知道嘅？好多人一講到產假，可能即刻就會諗起咧香港嘅前4後6啊，或者前2後8呢一啲嘅講法啦，即係生 BB 之前咧就可以放大約2到4個禮拜，生完 BB 之後咧就放6至8個禮拜，咁總之加埋就係10個禮拜左右。不過咧，其實香港勞工處咧就喺2020年嘅時候啊，修訂咗僱傭條例啦，就將法定假期由原本嘅10個禮拜啦，增加到14個禮拜。我唔知道而家大家係點樣去分配呢14個禮拜啦，歡迎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啦。大家可能都有聽過一啲日本嘅產假好長㗎，我可以放成年以上啦，等等呢一啲講法啦。但係咧，其實如果淨係睇法定上嘅產假嘅話，其實日本同埋香港都係一樣，都係放14個禮拜嘅啫。日本媽媽嘅假期咧就主要分成2個部分嘅，就係產休産休同埋育休育休嘅。咁產休咧即係我哋所講嘅產假啦，佢亦都細分為咧產前休業同埋產後休業嘅。咁產前休業咧就可以喺預產期前6個禮拜，即係大約42日左右就可以開始放。產後休業咧就係你生完 BB 之後嗰日開始計起8個禮拜，即係56日嘅。咁兩者加埋咧就係14個禮拜。咁所以嚴格啲嚟講咧，其實就同香港嗰個產假長度係一樣嘅。以我為例啦，我嘅預產期咧其實就喺12月6號嘅，所以我嘅產前休業咧就係喺10月26號放到去12月6號啦。咁產後休業咧就係由12月7號放到出年嘅1月31號。呢一個咧淨係單胎媽媽嘅情況啦。如果你係多胎即係 twins 嘅話咧，你嘅產前休業咧其實可以提早到咧預產期前14個禮拜就可以開始放啦。咁如果咧我嘅情況啦，即係如果我係孖胎嘅話咧，其實我早喺8月底就已經可以開始放產假啦。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諗原來普通嘅媽媽淨係可以放14個禮拜，咁點解我成日聽到嗰啲咩日本媽媽可以放成年嘅咁樣？因為咧，除咗呢一個產休之外，其實仲有另一個制度叫做育兒休業啦，亦即係育嬰假。呢一個咧育休咧，原則上係可以放到 BB 1歲生日嘅。如果你符合到一定嘅條件，即係譬如BB 申請唔到入唔到保育院咧，其實係可以延長到 BB 1歲半，甚至最長係可以延長到 BB 2歲嘅。所以大家成日喺度講啦，日本嘅媽媽嘅產假係成年以上好長㗎，其實就係講緊呢一個產休同埋育休加起嚟嘅總長度啦。只不過咧，我哋口頭會成日講産休產假，咁所以令到大家誤以為咧日本嘅產假係特別長嘅。另外咧，產休無論係正社員啦、契約社員啦、派遣定係アルバイト等等都係可以申請嘅。但係育休咧就有一啲條件嘅限制，譬如咧你入職未夠1年啦，或者你係合約期即將結束嘅有期僱員啦，每一個禮拜返工唔足2日，又或者咧公司同員工之間簽咗一啲特別嘅勞資協定啦，咁呢啲情況咧就有可能冇辦法拎到呢一個育休啦。而家咧我就係一個 freelancer， 亦都係日本所講嘅個人事業主啦。可惜嘅係咧，喺日本咧，個人事業主係唔屬於任何一個企業嘅員工，所以咧我係冇產假嘅，我只可以咧自己去調節工作或者拍片嘅進度。咁大家見到我最近都有不停咁樣拍片啊、出片啊，你見我而家仲喺度錄緊，就知道我仲未放我自己產假嘅。講完日本媽媽假期嘅制度，咁梗係要講一講人工呢一方面啦。喺產假期間啦，實際上咧媽媽係冇做到任何嘢，冇工作到啦。原則上咧，呢14個禮拜裏面咧，日本公司係唔會出糧嘅。咩話？冇人工？
大家冷靜啲先聽埋我講先。咁其實咧喺日本入職嘅時候咧，員工咧就需要加入健康保險啦。咁所以喺產假期間嘅收入咧就會由呢一個健康保險去支付。咁有個名嘅就叫做出生手當金。咁呢個金額咧就大約係原人工2/3左右，而到咗育嬰假嘅期間咧就會有另外一個津貼啦，就叫做育児休業給付金啦。咁喺育嬰假頭嗰半年咧，你就可以攞到咧大約你嘅原本人工67%。過咗半年之後咧，就會降到你原本人工50% 左右。呢一筆津貼咧就由僱用保險去支付啦。咁換句話嚟講咧，只有受僱於咧已經加入咗僱用保險嘅公司啦，而且係呢一個保險對象者嘅人先可以領取嘅，即係唔係人人都有嘅。所以咧建議咧最好就事前同公司去確認啦。講咗咁多咧，日本職場媽媽嘅福利啦，都想補充一下其他方面有啲咩嘅支援啦。咁我知道而家喺香港啦，生 BB 嘅話咧，香港政府就會派發一個一次性嘅新生兒獎勵金，就係每一個 BB 2萬蚊港紙嘅。其實喺日本都有類似嘅津貼咧，就叫做出產育兒一時金啦，就係每一個 BB 50萬yen嘅。咁我都將會收到呢一個津貼嘅。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啦，咁喺日本生 BB 咧就唔係病，所以產檢啊、入院分娩等等都需要由我哋自己去全額支付嘅。一般嚟講啦，喺日本自然分娩嘅費用咧，大約就係50萬yen左右嘅。所以大部分人咧，包括我咧，都係選擇咗呢一個出產育兒一時金嘅直接支付制度，就係由政府直接俾錢醫院。咁我出院嘅時候就係俾差額就可以啊。所以我係唔會實際收到政府呢50萬yen，所以我係體會唔到咧政府現兜兜俾50萬yen俾我嘅快感嘅。另外咧，我而家住緊嘅大阪市咧，就會喺媽媽懷孕期間出一個咧，就叫做出生応援給付金5萬yen嘅。咁我之前拍片嗰陣都有講過嘅，最近我終於收到啦。而 BB 出咗世之後咧，仲有一個叫做子育て応援給付金啦，同樣都係5萬yen嘅。咁要等 Konishi Baby 出咗世之後啦，我哋要去區役所咧交一個叫做出生届嘅去報佢出咗世啦。咁區役所咧就會派職員去我哋屋企做家訪，家訪完啦，我哋先至可以申請呢一個津貼嘅。我自己就覺得呢一個制度係幾得意嘅，同香港又非常之唔一樣啦。始終你要去安排一個家訪係非常之花人力物力同埋時間啦，但係日本政府仍然都係會好樂意去做呢一個安排，即係反映咗佢哋對育兒政策嘅重視程度。另外咧，日本有唔少公司咧會針對正社員咧提供額外嘅育兒相關嘅福利啦。以我最後嗰份工最後嗰個公司為例啦，員工生咗 BB 之後啦，不論員工係爸爸又好啦，媽媽又好啦，公司就會出一個一次性嘅出生お祝い金，就好似公司派利是俾你啊，恭喜你有小朋友出世啦。而每一個月咧都會多一個育兒或者家庭嘅津貼嘅，咁咧亦都提供彈性上班時間啦。有小朋友嘅員工咧唔需要一定要喺9點鐘準時翻工嘅，你可以送咗小朋友去保育園，你先再翻公司又得，又或者你早啲到公司，然後早啲收工去接小朋友都 OK 嘅。我都有聽過其他朋友嘅公司咧會提供一個叫做時單業務嘅制度啦。意思咧就係原本合約寫到明咧，每日工作需要9個鐘嘅，但係因為育兒嘅關係咧，就將工作嘅時間咧縮短到8個鐘甚至7個鐘啦。咁當然啦，人工上面就需要按比例去作出一個調整嘅。但係咁樣嘅安排就可以令到員工可以一邊工作啦，一邊兼顧照顧小朋友同埋家庭。雖然聽落去咧，日本嘅產假同埋育兒制度非常之完善啦，福利都算係比較多啦，但係實際操作嘅時候咧，你其實有好多好麻煩嘅地方，即係例如咧，你每一個申請都要需要交大量嘅文件啦。咁如果我而家仲喺日本公司翻工嘅話咧，可能我就需要定期同公司去匯報啊，又或者更新我嘅狀況。不過啦，話晒日本嘅家庭文化啦，就係比較少依賴4大長老，亦即係雙方家長又或者長輩嘅幫忙啦。咁我同 Katsuki 嚟緊嘅育兒計劃咧，都係冇打算咧諗住叫父母嚟幫忙嘅。再加上日本本身都唔習慣去請外傭啊，又或者鐘點工咁樣，即係好似佐佐木希呢一啲知名嘅女演員啊，其實佢都係自己洗衫煮飯做家務，更何況一啲普通嘅日本家庭呢？所以日本嘅育兒政策啦，同埋企業提供嘅相關福利咧，我覺得對於需要親自照顧小朋友家庭嚟講係非常之重要，亦都係非常之實際嘅。
當然啦，雖然你可以放一個咁長嘅假，可以長到 BB 2歲啦，確實可以令到媽媽可以好專心咁去照顧呢一個新生兒，但係其實有唔少日本媽媽都覺得個假期太耐咧，重返職場嘅時候就會變得好困難。離開咗職場1-2年啦，你要重新適應工作嘅節奏啦，甚至你要面對一啲可能喺你放緊假嘅期間成長比你更快嘅後輩同事咧，心裏面或多或少都會係有啲壓力嘅。以我過往喺日本工作嘅經驗嚟講咧，我身邊嘅同事咧都係對於職場媽媽非常之友善啦。我自己係從來都冇見過對於孕婦啊，又或者育兒嘅媽媽咧有任何嘅歧視行為嘅。咁我覺得我一路以嚟嘅職場咧，佢嘅氛圍都係非常之支持媽媽嘅。不過咧，由於日本人嘅性格啦，佢就會比較怕麻煩啦，驚影響到人啦，可能有一啲媽媽會自己產生咗一個壓力，即係好驚啊自己嘅育兒安排會唔會影響咗同事，增加咗同事嘅負擔呢？當然啦，都唔排除係有一啲少數嘅 Black Pigeon 啦，即係啲黑嘅企業啦，會對懷孕中又或者育兒中嘅女性員工咧排擠又或者欺凌嘅。咁喺呢一度咧，就順便教大家一個日文嘅生字啦。咁呢一啲針對住懷孕、生育、育兒嘅職場欺凌行為咧，咁日文就叫做 maternity harassment。最後就係咧，雖然咧喺放育嬰假嘅期間都有津貼可以攞啦，但係嗰個金額淨係得原本嘅人工67%，到咗半年之後更加跌到得50%啦。咁收入咧好明顯就會比有生 BB 之前係低咗嘅，咁某程度都會影響咗家庭成個經濟嘅狀況啦。咁所以咧我認識有一部分嘅日本媽媽啦，咁即使喺制度上面佢係可以放成年甚至更長嘅育嬰假都好，有唔少人都會提早結束咧呢個育嬰假，盡快翻去職場咧去揾錢嘅。因為咧我而家喺日本係用一個 freelance 嘅身份去工作啦，咁所以所有嘅工作嘅安排啊，都必須要靠我自己去調整嘅。咁雖然咧我就冇辦法攞到呢一個出生手當金啦，同埋育児休業給付金呢一啲嘅津貼啦。但係相對地咧，我嘅工作就可以彈性比較大啲嘅。等小西 baby 出咗世之後啦，我就會根據佢嘅狀況啦，我自己身體狀況慢慢咁調節啦。咁到時候就慢慢咁出翻片嘅。老實講咧，我係冇一個好具體嘅時間嘅。總之就照顧咗佢，亦都照顧咗我。咁到時候就係咯，一步一步慢慢咁樣嚟啦。唔知道大家對於日本嘅產假同埋育兒相關嘅政策有咩睇法呢？就歡迎下邊留言俾我聽啦。咁就下條片再見啦，應該仲有下條片嘅，係耶，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拜拜。如果你中意我呢一條片，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俾個 like 我，同埋 share 俾朋友，仲可以打開個鐘仔，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更新啦。ご視聴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